Hello，我係 Stephen。喺加拿大生活咗咁耐，最大嘅好處就係有全民醫療保障，睇醫生、住院、做手術，大部分嘅費用都由政府包辦。聽落就好似冇咩嘢要擔心，但係你有冇諗過，如果真係不幸患上重病，要長時間休養，咁生活費點算呢？病咗之後，好多時候都返唔到工，收入就自然會減少，甚至停止。但係生活嘅開銷就依然繼續，仲有機會多咗醫療相關嘅費用，到時真係大壓力。但其實你可以用 Critical Illness 危疾保險去降低呢一個風險。如果真係不幸確診埋一啲重大疾病，例如癌症、心臟病、中風等等，只要符合條件，就會有一筆免稅嘅賠償俾你。至於點樣用，由你決定。例如因為你返唔到工，或者屋企人要全職照顧你，可以用嚟補貼家庭嘅收入。去其他國家尋找治療嘅方案，或者聘請長期嘅護理人員而產生嘅醫療費用。總括嚟講，有咗呢筆錢，你就可以安心休養，唔使為錢而煩惱。生活嘅質素亦都唔會受影響。要明白，疾病係唔會通知你幾時嚟，無論你喺人生咩年紀或者階段，健康都係唔可以缺少㗎。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嘅話，可以隨時聯絡我。以上嘅資料純粹分享，並不構成投資建議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